敢血口喷人，我饶不了你！干！怎么？都放下！都放下！主任，妈，看肉，我只花了2毛钱，这就给了半斤，是滚刀肉给我的。哎呦，2半截，你可想到我们心坎里去了啊！奖励你，来一个。哎呦，你怎么没大没小的？傻老大啊，没正经的哦，钱哪儿来的呀？是问菜站的彩白借的。妈，看你只花了2毛钱就给了半斤呢，那滚刀肉啊，故意讨好我的。就是想当家做主。喏，谢谢妈。哎呀，不就这一回嘛。再说了，你也想吃吗？那个做一半啊。那可不行，说好2毛的，甭管多少肉，都是2毛钱买来的。走，杨半姐，今天我当监工，半斤肉1片都不能少。妈，那就半斤了啊！这到底谁做主啊？你们这吃一半还可以包一次吗？真是的。最后一口啊！哎呦，真乖。哎，再喝点粥吧。好。哎，吃包子啊！小楚，包子好吃吗？好吃。那这个包子大姐留给你，明天早上吃好不好？好。真乖。二姐，我肚子疼呀，老师。哪疼啊？你刚才不去过一趟厕所了吗？我也肚子疼，咱们俩一块儿去。苏晓，你带着妹妹一块儿去厕所啊。小楚，你怎么了？这小脸怎么那么红啊？我看看。呀，小楚发烧了！凉拌夹，妈，快来，小楚发烧了！你哪儿疼啊？哎，我这疼啊！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哎呀妈呀！你给我看看，大姐，妈，小楚发烧了，怎么办？烧了，哎呦，怎么办啊？傻老大，上医院呢。哦，对，上医院。哎呦，妈，那肯定是食物中毒了。我去年拉练的时候碰到过这事儿。小春儿，哎，包子还有吗？有，还有2个，我给小楚和小妹一人留了1个。你赶紧拿去医院呢！哎呦，我的肚子！怎么会呢？你说我怎么没事啊？废话，你不是没吃吗你？对了，我没吃。怎么样啊，医生？哎呦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儿啊？这是你们家吃了变质猪肉，全家食物中毒了。真是的，什么都敢吃，就差吃猪囊虫了。小李啊，赶紧给小家伙准备维生素 C。哎，好的。哎，我说，有你的啊！你把我们全家可都害惨了啊！图便宜，哎呦，你说那好肉人便宜能人卖给你吗？你傻呀你！她儿姐，我错了。不是错，简直就是罪大恶极。傻老大，我跟你说，等妈好点了，我给她找一大鸡毛掸子，不然就算我白说。哎呦，这医生不行，我肚子又有点下坠。那我先把输液给你拔了吧。慢点儿，别碰着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全家吃包子，这干活的没吃，这不干活的倒吃了。再说了，这变质的猪肉有味道，你们就吃不出来吗？医生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这包子不是他们不让我吃，是我自个儿不吃的。得，算我多事儿。妈好不容易拿回来的工资，又都给医院了。哎，小春儿，
你们家没事吧？这回啊，他们家这包老底儿都赔上。可不是，全家都住院，那得花多少钱呢？这回啊，不知道是老北遭殃了。不会吧？他不定干什么去了？哎呀，你没看见吗？傻川手里拿着弹弓呢。5毛钱肥瘦了您嘞。好嘞。找您5毛了您嘞。你要多少？啊，5毛钱肥。1块钱？怎么没了？哟，找您5毛了您嘞。够绝的哈！等一下，抓谁了？哪有谁？抓什么谁啊？他就是他！不是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叫出来！哼！你们大家都听好了啊！这个滚刀肉，他是个小偷，是贪污犯！哎！我说你说话要负责任啊！你要敢吃骨盆人，我饶不了你！干！怎么？都放下！都放下！主任，让他把刀放下！把刀放下！这，主任，你看他跑这无理取闹！哼！让他脱衣服！什么？我可告诉你，别没事找事儿，要不我对你不客气。主任，你也被蒙了！我告诉你，他就是个贪污犯。刚才我看见，就2秒钟的功夫，他就贪污了2块钱。主任，那个钱就在他衣服里，你让他脱衣服，脱！我可没办法了，脱吧。我喊1、2、3，你要是不脱，我就不客气了。我几次没问，你可自己负责任。脱不脱？我脱。快点！主任，看见了吗？这是什么？1块钱！哎呀，还有1块！小张，出来，把他带到办公室去。赶紧去。真够绝的。没你事儿，那你回吧。你想得到没？哎，就那滚刀肉啊，把我们全家人都弄到医院去了，你们得赔我医药费。对，这不太好说吧？我们就应该赔人家嘛。那你先跟我上办公室来，好吧？啊，你来。哎呦，你说这多不好意思啊，让你这何大局长还破费，你看看。弟妹，看你说的，咱们两家谁跟谁呀？老赵现在脱不开身，照顾你们一家啊，本来就应该是我们的责任。哎，对了，刚才我跟收费处打好招呼了，回头就把钱退给你们。工资本来就发不起来，这点费用我们不承担谁承担呢？就是，何局长真是太感谢你了。玲蓉，你要再说这种话，可就见外了啊！我说弟妹，啊，你们家老赵跟你说没说你们家小楚的事儿？哦，说了，他是说只要不改姓儿，每个月都能回家，你们什么时候抱走都行。真的？那我们就可当正事儿办了啊，不许反悔了。哦，不会反悔的。虽然小楚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可是你们也知道，这日子也不好过。对，小楚，你看一点营养都没有，吃不上喝不上的，这到你家是享福了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哎呀，我看这样好了啊，咱也别等到出院了，干脆明天我们就把他接回去吧。啊？你放心，我们会把他送到市医院的，那儿条件可比这儿强多了。那也行，明天下午3点再来接吧。那干嘛？那个，我得把傻老大打发走，要他在，你们根本就抱不走。赵树春，这咱们可得说好了啊！这可是一次性了结，今后你们家再有什么事儿，我们可不能管了。啊，您放心吧，以后啊，我肯定不来找你了。好，但是有一条，你说。哎，那滚刀肉，你必须得批斗他。啊，那是啊，不过这跟你没关系。哦，他这1年贪污了700多块，这他是刚交代的。
他干了多少年？不过呀，他要是把钱不全部退回来，我们肯定放不过他。啊，拿着吧。好。哎，你也不说声谢谢。你们应该谢我啊。是，我们谢你，谢你。是。帮你抓贼呢。好，你慢走啊。我回来了。妈，怎么了？这小主是不是又发烧了？来，大姐摸摸啊。没事儿啊。哎，妈，您怎么了？妈得忧郁症了，已经半天不说话，都是叫你给气的。不是的，刚才何叔叔来了，他们俩在外面聊了好长时间，进来就这样了。妈，是不是我爸情况不好？不是，那是什么呀？哎呦，你就别再烦我了。哦，妈，是不是因为钱啊？这个您不用操心啊，钱啊，我全给您要回来了，还多要了10块钱呢。哎，我说，你现在本事见长啊？这叫立功赎罪，戴罪立功是吧，两半截儿？对。哎，傻老大啊，这不对呀，叫救护车的钱呢？忘了，怎么把这给忘了？哎呦！哎呀，我看他呀，脑子又有问题了，又搭上了。别这么说，妈没叫他去要，人家自己就要回来了。再说了，要是咱们还未必能要回来呢。行了，你闭嘴吧啊！都病成这样，话还那么多。哎呦！小楚，和阿姨